港島婦聯與愛同行應急支援專班嘅姊妹，今日去咗2個臨時嘅屋企。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喺發生火災之後，以最快嘅速度，讓呢啲災民喺第一時間住入咗呢啲臨時住所。我哋到達嗰時，亦都睇到有社工在進行1對1嘅服務，而熱心嘅鄰居就行出嚟問：你哋係咪佢哋嘅女啊？快啲話俾爸爸媽媽聽，仲有邊啲可以去申請，仲有邊啲物資可以領取啦？我哋笑住回答：係啊，佢哋就係我哋嘅爸爸媽媽。父母屋企有任何嘅需要，我哋即刻就到。雖然政府已經考慮得好周到，社會各界準備嘅物資亦都好豐富，但係我哋亦都想盡一啲孝心，令到佢哋可以住得更加舒服一啲。屋企嘅燈點亮咗，家人嘅心就安樂咗。面對突如其來嘅火災，可能令到屋企人去住咗唔同嘅地方，但係我哋相信呢個只係暫時嘅。全社會都喺度關心支援，成千上萬嘅愛心都會幫助佢哋重建未來家園。我哋知道你哋失去咗親人，但係請你相信，我哋亦都多咗好多爸爸媽媽、兄弟姊妹。今日係大埔火災發生嘅第7日，願亡靈安息。香港加油！